喺好耐好耐之前，有一個住喺浪費國嘅公主，佢性格好挑剔，覺得樣樣嘢都要用最新嘅先至係最好，所以日日都抌好多嘢，好似喺皇宮食飯咁，餐餐都用即棄餐具，而且公主最鍾意就係食自助餐，次次食唔晒就抌晒佢，搞到日日都有好多廚餘。我最鍾意就鋪到成枱都係嘢食，等我可以食到每款美食。啲餐具呢，用即棄就最方便㗎啦，食完就抌晒佢。衫就日日都要着新嘅公主裙，着完一次就唔再着。手袋、沖涼用嘅毛巾都係用一次就唔用。作為一國嘅公主，我係大家模仿嘅對象嚟㗎嘛，梗係要着啲靚衫俾啲國民睇下啦。我仲要咁有錢，鍾意買幾多都得啊！咦，我突然間覺得呢件唔靚喎，幫我抌咗佢啊，唔該。由於國民都好愛護浪費國唯一嘅一個公主，所以大家都好包容佢，仲慢慢形成咗一種浪費嘅風氣，全國上下都越嚟越浪費添。另一邊廂，住喺好遠嘅環保國王子喺探險途中行下，聞到遠處傳嚟嘅陣陣惡臭，好奇嘅王子決定去睇下咩咁臭啦。哇！堆填區就快滿晒咯，仲堆滿咗廚餘，唔怪之得咁臭啦。可能浪費國嘅皇室唔知道呢個情況喎，等我入去浪費國探訪下佢哋嘅國王同公主先。公主同王子第一次見面就一見鍾情，仲好啱傾添。王子俾公主嘅率直性格吸引，而公主就覺得王子善良正直。而咁啱就係食飯時間，咁所以公主就邀請王子食飯啦。王子啊，不如我哋一齊去食飯咯。好啊，我哋就去好好味餐廳度食啦。公主，我諗好食咩啦？你決定好未啊？我都諗好啦。我想要個皇牌好味餐。OK，侍應唔該。係，有咩幫到你呢？餐牌上面每樣嘢我都要一份啦，另外加多個皇牌好味餐添啊，唔該。嗌咁多你食得晒㗎啦？食唔晒咪抌咯，我餐餐都係咁㗎。吓？你冇聽過大嘥鬼講食得晒先至好買，食得晒先至好嗌咩？咁啊，咁我都要一個皇牌好味餐就夠啦，唔該。OK， 仲有冇其他需要？請問你哋提供嘅餐具係咪即棄餐具啊？係啊，有咩幫到你？我自己帶咗餐具，所以唔使即棄餐具啦，唔該晒。咁你有冇自攜餐具啊，公主？我冇喎，俾一 set 即棄餐具我啊，唔該。OK， 冇問題。王子啊，點解你出街食飯會自己帶餐具嘅？因為用即棄餐具唔環保㗎。你諗下，如果我哋用完掉咗佢就喺大自然要好耐時間先可以分解到。咁我下次都自己帶餐具啦。喺王子嘅正面影響之下，公主開始注意到自己浪費嘅壞習慣，仲開始同王子去唔同嘅環保活動，就例如去沙灘清潔等等。最後公主就唔再浪費，仲下令全國都唔可以再用即棄餐具啊、膠袋等等添。結果浪費國改名叫做珍惜國，而公主亦都同王子結婚，一齊令兩個國家更加環保，過住幸福快樂嘅日子。